平安。咱教会对6月初一开始咧推动2年读圣经的活动。不管你是参加这个圣经学院这边的读经的进度，也是你无参加圣经学院，你是单单参加2年读圣经的这个部分的进度，总是咱拢对马太福音开始来做读圣经的一个出发点。马太福音，咱也是6月初一开始读圣经，你对第一章开始读，你就拄到一个问题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在第一章的第1节到17节中间，你就看见有遮尔侪人名，足一千千所的人名，你毋捌听过，也是毋捌的人，放伫绘本的圣经、新约的圣经的第一本，佫是马太福音的第1章一开始，就放遮尔侪名单伫遐。到底这名单？伫整个圣经的第一本，佫是第1章的开始，敢有遐尔重要？敢有遐尔特别的意思伫迄个所在？若无咱若伫6月初一天第一天来读圣经的时阵，你会感觉哇，安尼开始要灵修尔，就拄着马太福音的第1章，你会感觉读落感觉无足趣味的感觉，甚至有人可能真紧就甲伊快速甲伊看过，甲伊名单看过。我毋知你捌注意到，甲你咧读即个圣经的时阵，特别马太福音的第1章，即第1节到17节中间，你捌甲读出声过了毋捌？伫马太福音的即个耶稣的家谱中间，你会发现到即个中间有真侪真宝贵的物件。非常侪是若家咧研究耶稣的家谱中间，发现内底有真侪真好真真理。咱今仔日嘛要是伫咱的读圣经开始，马太福音的一开始，咱就拄着有即个耶稣的家谱。咱要伫早起的经文中间，咱要用一部分来三角来看，针对咱所要讲的即个信息，是安怎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尤其是规本的圣经的中间，开始上开始，开始马太福音的第1章的开始。你的家族有你家己的家族的家谱了无？咱的教会若除某上时阵，咱拢会送去个家庭一本家谱，所以即个家庭中间要记录伊的祖先，并一寡名字的一个网站。家谱有啥物特别的意思？当咱咧做即个家谱的中间，你会发现着讲，你开始咧捌你的祖先，捌你的祖先，可能捌到一个程度，可能较远的祖先，你就可能我都真捌，但是较近的即个祖先，你可能会偷偷仔去问你的老爸，问你的阿公、你的长辈，去捌即个祖先。家谱有啥物意思？家谱内底所要藏的迄个意义是啥物？咱要记早起中间，咱要做阵来看。咱讲吼，圣经内底讲耶稣的生平有4本册，第1本就是马太，第2本马可，第3本路加，第4本就是约翰。这4本福音书咧描写耶稣基督，拢用无共款的形象。马太福音你描写耶稣基督，甲耶稣基督描写做啥？君王。马可福音甲耶稣基督描写做啥？奴仆。路加福音甲耶稣基督描写做啥物？人的囝。但是约翰福音甲耶稣基督描写做上帝的囝。你会看见这4本福音书吼，咧描写耶稣有无真共款的所在，总是有家谱，敢若这4个福音书，敢若2本福音书有写到耶稣的家谱的部分啦。一个就是马太福音，一个就是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的迄个角度，甲马太福音佫无共款。咱来想看卖，马可福音是安怎无家谱？马可福音甲耶稣描写做是一个奴仆，奴仆就是用请。你去上班吼，你毋免早你的家谱去，佮证明你是啥物囝。你只要尽忠于主人所交代的工作就好啊。奴仆毋免早家谱。约翰福音嘛无家谱，啥啊？约翰福音无写耶稣的家谱，因为约翰福音咧描写耶稣是上帝的囝，是真神，真神都毋免家谱。唯一你会当找到一个证据，就是约翰福音开始讲到，缘起头上帝甲道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安尼会当找到这个，安尼呢？上帝囝有免家谱？是啊，马太爱有家谱，因为马太咧讲耶稣是君王，要证明伊是君王，咱就要用家谱来表明伊的祖先有啥，来讲起这个血统，讲起伊合法，讲起这，所以咱要
第一步，咱要三甲咧进入即个咱今日所要读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即系无趣味一堆的人名甲名单的中间，咱来想第一项，即个马太福音所要甲咱讲的一个真理，表明耶稣是一个合法君王的继承者。耶稣是合法君王的继承者。旧约的家谱分两个意思。旧约的人真注重家谱，犹太人真注重家谱的原因，第一项，迄个家谱会当证明讲，即个土地的拥有者，伊有即个权利，通拥有一块土地。所以，迄个家谱会当证明，迄个土地是谁的。咱知影讲，伫民数记咧记载讲，当时即个民族的徛起，是用家谱去决定即个民族徛起倒位啊，毋是讲咱即个家族要来住倒位，住倒位啊。是对家族来决定要徛起伫倒位啊。像是用过即个家谱咧决定讲，我要将即个土地让渡互某一个人的时阵，我提出即个家谱证明讲，我有正确、有合法拥有即个土地，用即个家谱会当证明我对我的祖先所承受的这一切土地，我会当用渡这是一个证明。第二项，旧约中间咧讲起迄个家谱证明什么？证明讲卡苏。犹太即个国的中间也有君王，即个一国之君一定爱有一个历史来证明，有一个文献来证明，你会当承受做国王的条件，甲文献是啥物？家谱是上界重要，是基本。若无袂当来做君王。所以你看，对旧约中间，咱就看起迄个家谱的重要性。了后，去马太福音即个中间的时阵，咱就开始看讲，作者马太要伫即个所在，甲所有的当事人讲什么？咱知影马太福音，即个福音书是写犹太人，所以呢，马太要写犹太人，犹太人有一个观念，犹太人伫因的古早的历史的中间，因就是一直一个期待有一个比赛啊，对历史的中间来到人的中间，即个比赛啊来的时阵，会当拯救所有的犹太人。犹太人过去伫历史的中间，食足济苦，受困重，所以感觉有一个比赛的确来，上帝应允这个比赛啊伫伊的中间，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知影犹太人伊的世世代代一直咧少年，一直咧期待到一个上深的愿望是啥物？就是一个比赛啊。所以马太福音要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阵，要将耶稣基督放伫这个所在介绍犹太人知影的时阵，伊就爱对族谱开始，对这个族谱开始，因为马太知影犹太人非常注重族谱，看族谱敢若死命，要证明这个耶稣是一个会当来到人的中间，大家会当公认，这个人就是阮所有犹太人所公认的比赛啊，来证明，来证明。你看马太用偌济心思，伫这个顶面，为着要甲犹太人讲这福音的代志。伊就爱安尼做这个示范，所以咱就看起讲，一圣经一开始讲，亚伯拉罕的后裔代表的后裔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第一站的所在就先做这种的宣告。耶稣的家谱咧讲到，耶稣是代表王，合法的一个继承者。咱咧看这个灵修的时阵，也是咧查经的时阵，咧看马太福音的时阵，咱千万会记咧一项事。马太福音将这个人名放伫这个所在，毋是咧挽救咱所有现代基督徒对耶稣的一个好奇心，咱要了解耶稣，看这个家谱，看这伊的祖先，毋是咧挽救咱的好奇心。马太较毋是要放伫这个所在，马太将这个族谱放伫这个所在，嘛毋是要互耶稣的这个学生门徒，掠耶稣的这个祖先看做人更好。你看耶稣的祖先的中间有人做王呢，做君王呢，毋是要互耶稣的学生。用耶稣的祖先伫遐来掠做安尼做因光，较要紧的是，当咱咧追溯耶稣的这个整个血统、祖先的血统的过程中间，咱就爱知影讲，马太要证明上帝所应允的这个比赛啊，这个比赛啊呢，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个比赛啊爱是代表的后裔，这两个真要紧的条件，是亚伯拉罕甲代表的子孙，谁爱有亚伯拉罕甲代表？咱知影犹太人整个看亚伯拉罕甲代表是非常要紧的。代表是一个君王，因尊重伫代表的迄个统治权会当到永永远远。亚伯拉罕伫犹太人的观念中间，迄个亚伯拉罕是领受上帝所祝福的，所有的福气
要临到伫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的顶面。所以咱做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人，拢要得到上帝遮尔大的一个应允甲祝福。做代表的子孙的人要得到上帝，互伊的祝福，即个伫迄个王朝统治的迄个统治权的顶面，伊顶面一直到伊一代。犹太人有即种的亲情，所以马太伫即个所在咧宣告讲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代表的后裔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这一个真深的，迄个重点伫即个所在。后尾又真正犹太人开始把手紧起来，我所期待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代表的后裔，耶稣基督，甲我有关系。互耶稣基督较拯救犹太人，伫迄个时代人清楚知影讲，迄个受做称做基督的耶稣。迄个耶稣，就是咱咧讲，上帝所讲的迄个亚伯拉罕甲代表的迄个子孙。所以，弥赛亚是犹太人对上帝的囝耶稣基督久久长长的期待，嘛是一种称呼的观念。总是犹太人所期待，有一个人会来到伫因的中间来做拯救、来甲因帮助的，即个过程中间，我相信马太要伫遮做一个结合，然后，互耶稣基督会当行入伫犹太人。因的观念甲因的生活内底，你再当遐看见讲，原来耶稣就是上帝所赐来，因会当肯定耶稣，肯定耶稣。所以爱用这段真长，看起来真单调，无啥物特别的迄个名单来伫即个第一章的第一部分，先放入伫迄个部分。咱来到伫迄个中间看见即个中间的情绪的时候，咱才会知讲，哇，原来你做福音的时间的顶面，马太福音。用真侪即种的心思，甲即个历史上的即个安排，为着要来证明耶稣伊的血统。所以，当安尼会宣布到一个程度的时阵，马太福音的21章咧记载讲，耶稣要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，咱有印象，有侪人伫迄个所在要行起耶稣用和平的君王即个角色入耶路撒冷城，足侪遮的群众伫遐野藏受批，你有印象？圣经讲遐人安怎话？讲代笔的后裔何塞纳，以主的名来得到的何乐，代笔的后裔有无？有印象？代笔的后裔，代笔的后裔。所以你看见讲马太福音内底讲着5摆，代笔的后裔，是凊彩讲讲。代笔的后裔，即种的观念甲精神，就是要整个当时的人知影讲，这是要来，这个是代笔的后裔，伊将来要伫这个地面上来做掌管。做君王，伫迄个人中间，所以群众才会晓安尼讲啊，代表了后裔和善啊，以主的名来就得到保乐。耶稣嘛，伫迄个公开场所讲，伊就是一个弥赛亚，临到伫因的中间，迄个弥赛亚，你伫遐来真侪人的拯救甲帮助。所以当时替耶稣的遮个群众，足侪人去体会到即个弥赛亚的大权柄，甲伊的同在的困难，有人去体会到即个弥赛亚的即种情景。马太伫即个所在，伫遐用即种见证做先锋，一开始的时做即种的宣告，甲做即个广告。我相信当时对耶稣有真侪群众，非常侪人，伊嘛干证即件事，即个见证是真的，即个见证是真的。所以，到来到21世纪，今仔日咱的现代基督徒，咱咧看即个族谱的时阵，看即个家谱的时阵，咱会感觉哦，这是足古早的代志。总是咱毋通袂记咧即件事。即个名单，伫即个家谱的背后，有非常侪见证者，分底耶稣的见证者，即种马太是即种见证者。所以来到21世纪，咱要讲，咱若是无了解即个背景来负责耶稣基督，咱就错失咱一生中间一个上界重要的福气。记住耶稣错失一生中间上界大福气，有真侪真理甲启示，放伫族谱中间咧，甲咱讲，咱伫后把握的时阵。咱要得到即个真大的稳定。第二项，咱伫耶稣的即个族谱的中间，咱要看见一件事：上帝透过即个族谱名单的中间，咧显示上帝的稳定，来表示上帝稳定。上帝稳定到什么程度呢？咱知影讲，犹太人因的族谱中间，真少咧记妇女的名字伫族谱内底。犹太人较重男轻女，族谱内面差不多无有机会看到女性的名字、妇女的名字，拢嘛记载迄个男性的祖先嘛，对无？咱即马现代，咱若拄摸上了，
到尾上咱族谱，迄个族谱内底，就有将女性的祖先哦藏起来尔。所以咱会当写男性的祖先、女性的祖先的名，你当写。总是犹太人的祖先的中间的迄个族谱内底，男性的名是优先考虑，女性是无藏伫迄个内底哦。但是咱看见讲，伫马太福音的第1章的第1节甲17节中间，这个耶稣的族谱内底，你有看见有女性的名也无？有啊，当然咱的思维咧，甲咱读的是，你有看见内底有几个女性的名也无？有啊，有几个女性？几个女性？到17节的时阵，几个女性？超过17节以后，搁加一个，拢总4个女性。哎呦，咱惊死！耶稣遮尔啊神圣的人，伊的祖先中间，竟然当藏4个女性的名伫伊的族谱中间。啊，这4个女性拢是外邦人的。伫犹太人的族谱中间，犹太人是真注重的血统。外邦人是袂使藏内底，但是耶稣的族谱中间竟然藏4个妇人，人毋免讲，这4个妇人是外邦的妇女，外邦的妇女，哇，这是非常大的代志。而且，毋是干那这4个妇女是外邦人，这几个妇女中间有的妇女是名声非常歹，名声甲道德是非常歹。安尼，啥伊会当藏伫耶稣的家谱内？遮尔要紧，你证明一个救世主来到这个世间，伊的祖先竟然有妇女是无正经的，名声无好，阁无道德，藏伫耶稣的族谱中间。安尼是咧上帝要透过这个族谱，甲全世界的人讲死你。上帝恩典当大到这个程度，发到这个程度，咱先要来讲这4个妇女，其中有一个妇女的名无藏伫。圣经伫遐称呼是啥物人来报？剩的3位拢有讲名。第一个是大马色，中文圣经讲是塔玛。第二个叫做大马。这个人是啥？这个人是犹大有3个后生。犹大3个后生，第一个后生大后生叫做尼。照犹太人有规律，就是大后生。结婚了，若无生囝，假使若是过往的时阵，这个大嫂爱安怎？爱继续第2小弟，一直到有生出来为止安尼。犹太人有这个观念，因感觉一房中间一定要有生出后代。好，犹太有3个后生，第一个后生呢，伊有结婚，娶大妈，就是中文的塔妈。结婚了，不过呢，无偌久，这个犹太这个大囝呢来死。所以死去了，伊就无囡仔，所以你的小弟欧人爱起来娶阿嫂，就是大妈。不过呢，这个欧人，这个小弟来娶阿嫂大妈，伊感觉伊无爱留这个后代，所以呢，伊就无留后代伫迄个中间。后来这个欧人嘛死，好，伊佫有一个上细汉的小弟死啦。不过，迄个是上细汉的小弟，还未成年，所以袂当娶这个大嫂。所以犹大看见伊这个新妇，伊目前拄着的情景是安尼，所以犹大就甲这个新妇大妈甲伊讲：安尼，无你暂时转去你后头厝，转去后头厝，先莫住伫这个所在。后来大妈转去家己后头厝，我感觉伊有一个使命，伊要为着这个家族来留后代。后来，伊知影讲，这个犹大伊的作为，甲伊的心思，所以呢，后来这个大妈有想办法来引诱伊的大官，就是犹大，所以甲伊生一对双生啊。咱圣经讲的，迄个内面讲的迄法律师甲舍人生一对双生。所以讲。当你讲这个大妈，圣经的中间，旧约圣经的中间，这个大妈，这个姊妹，有人讲，伊是一个足无好的一个女性。总是教会啊，圣经咧记载讲，创世纪38章咧记载这段圣经是犹大，这个做大官的人，伊伫遐安尼讲伊比我较有义咧，义。伊讲伊这个媳妇比伊较有义。
这个是第一个，咱伫耶稣的家谱中间提到一个女性妇女。第二个拉合，这个姊妹，这个姊妹是亚利哥城的一个妓女，也是做无好的这个行业的。总是当亚利哥城，以色列百姓要来攻亚利哥城的时阵，先派侦探来的时阵，迄个侦探无地段，佮伫迄个所在惊叫掠去，所以侦探伫足危险的时阵，怎拉合来收容侦探来灭伫拉合因兜。拉合伫迄个过程中间看见讲上帝的拯救，甲上帝要攻这个亚利哥城，迄个中间有真好的拯救的用意，所以拉合伫迄个中间信上帝。然后接待这个侦探到伊的中间，后来当以色列百姓来讲亚利哥城的时阵，这个拉合果然得救，伊全家嘛得救，后来建立以色列的家庭中间，这是圣经内面耶稣的家谱中间提到第二个妇女，第三个提到的妇女是罗德。罗德，咱就感觉这个人较无像安尼，大马甲拉合遐尔无好，毋过呢，罗德是。伊是外邦人，特别是伊是摩押人，摩押民族，摩押民族是犹太人看做是一个非常无纯洁的一个民族甲后代，所以犹太人是无甲摩押人交往。咱咧看圣经的时阵，圣经伫创世纪19章咧记载这段历史的时阵，讲摩押人是啥个后代？摩押人就是罗德。行奸淫所留的后代，所以犹太人以色列百姓，因伫法律的中间，伫《申命记》23章的第3节，安尼交代一件事，要规定这个摩押人甲因的关系。所以《申命记》23章的第3节安尼讲，讲阿文人也是摩押人，毋通入耶和华的会。虽然到因的10代，永远袂通入耶和华的会，有结着。犹太人感觉，以色列百姓感觉，这个摩押人是一个淫乱的一代，10代咱拢袂使甲伊交往，因以后拢袂使入耶和华的上帝圣会，因这个民族是一个混杂的淫乱的民族，摩押人。不过呢，罗德偏偏伊阁是摩押人。圣经咧记载咧，这个罗德的时阵，罗德伊是拿俄米的媳妇，但是圣经咧记载一段历史的时阵嘛，这个家庭嘛真凄惨。拿俄米有两个囝儿。然后伊有2个媳妇，不过呢，这2个囝儿拢死去，所以剩2个媳妇。所以伫迄个时代，旧约的时代咧讲，一个大家甲2个媳妇要生活嘛真困难。所以，一个做大家甲媳妇讲，恁会当转去恁家己的故乡，莫搁缀我，我要转去我家己的本家的故乡徛起啊，恁毋通搁缀我，安尼咱生活会真困难。然后有一个媳妇就离开，甲伊3世离开。不过另外一个媳妇罗德。伊就唔肯，伊就甲伊大家伫遐甲伊讲，甲拿俄米讲，不管你要去倒位，我就跟你到倒位啊。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你要死伫倒位，我嘛要死伫倒位啊。你摆葬伫倒位，我嘛要摆葬伫倒位啊。要尊重伊的大家，伊的信仰，伊的家庭，伊的故乡，所以伊不爱离开。所以，这个大家甲媳妇这2个人，安尼漂流经过真侪苦楚，最后咱看见讲罗德。经过这选择耶和华的上帝，这个信仰了后，伫因这个家庭中间，成做一个友好伊的大家，然后互上帝伫迄个所在认定，伊成做建立伫破案书，成做代表的祖先的一个，就是第3个伫耶稣的家谱中间出现的一个妇女。第4个呢？第4个咱的圣经伫第60个所在，安尼记载这个人名讲大面对。乌利亚的某生所罗门，这是伫耶稣的家谱中间唯一一个无留名的一个女性。圣经无留伊的名，是毋是特别做记号？因为这个人做了犯罪代志。乌利亚的某叫做拔示巴，是代表手的一个大将，乌利亚大将，非常高修正的一个大将的太太，是做水。我代表看讲，哇，这个伊的将军，手的这个将军的太太拔示巴遮尔水，所以上天大权，就甲伊的将军派到战场中间上界危险的所在，甲伊的部将讲，你互伊伫上危险的所在，然后你就倒伫。
然后乌利亚伫迄个战场中间就去互杀死，杀死代表着理所当然会当甲乌利亚的某拔示巴甲伊带来做某。所以圣经咧记载这段历史的时阵，圣经好亲像真非常将大卫所做即个行为。后来咱去看伊讲，撒母耳下传的所在第11章、12章的记载，后来大卫甲拔示巴因有反悔，有认罪，得到上帝的照射。所以咱看伊讲，拔示巴一个无好的女性，伊的名字啊，放伫即个耶稣的即个家谱中间。咱知影讲耶稣的家谱中间放4个即个女性的名字，安尼表示啥物？大家人感觉讲，上至少耶稣是一个上帝的囝，至少伊的名、伊的家谱中间遐个名嘛，应该较尊贵、较圣洁、较大家公认袂歹、真好个人。总是放遮个，咧表示讲，耶稣基督即个弥赛亚的国度，无分犹太人，甲无分外邦人。会信耶稣，台湾人嘛会当信耶稣，美国人嘛会当信耶稣，啊，非洲的人嘛会当信耶稣，共产国家的人嘛会当信耶稣，回教徒嘛会当信耶稣。即个家谱，即个意思，即个所在，你拍破一项事，就是福音是属于犹太人，外邦的人嘛会当。福音无分男女，你看，即内底有4个女性，男的会当信耶稣，女的嘛会当信耶稣。拍破一项代志，就是无分尊贵甲卑贱。你靠我读册，你读博士的，你会当信耶稣。总是你伫菜市仔担菜卖葱，做苦劳，做工人，你嘛会当信耶稣。家谱咧拍破一项，无分尊贵甲卑贱。什么人肯心内准备好，你拢会当成做上帝所欢喜接受人。上帝的怜悯无受到这个世间所有的条件伫遐阻挡，要互所有的人拢得到稳定。既然肯伫迄个所在，拢会当得到上帝赦免甲感恩。所以这4个女性，因放伫耶稣的族谱中间，成做一个历史上一个真水的一个结个，嘛成做一个历史的起作者。所以咱咧看耶稣的族谱的过程中间，咱讲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主，伊毋惊人批判伊。歹的代志放伫迄个所在，是要讲啥？歹的代志放伫即个所在，要讲一件好的代志。这是上帝的作为。今仔咱若看见咱的歹的代志，伫咱的中间，咱就是甲看作是个歹。总是伫圣经的中间，咱看见上帝将无好的物件、无好的代志、无好的名放伫遐，是咧甲咱讲一件好的代志，会表示上帝恩典有够命开阔，上帝心胸有够宽、有够大，上帝怜悯嘛有够深。唯有所有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嘛拢会当得到一种拯救福气。耶稣的族谱中间，第二项你看见这样事。第三项，咱要伫耶稣的族谱中间看见证明上帝恩典，毋是假性的，是照着上帝心意来享受我人。上帝恩典，这种的毋是假性。什么叫假性？叫承接的，对你老爸承接落来，对你阿公承接落来，毋是假性。上帝恩典毋是安尼假性，是照着上帝心意来享受我人。你伫第70到第80的中间，你会看见讲，这内底讲到真济君王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若捌有个圣经的时候，第70、第80中间，耶稣的祖先中间，有真牛的君王哦，叫做贤君。啊嘛有一寡做了真歹的这君王，叫做昏君。你感觉倒几个是贤君啊？倒几个是歹的君王？你看伊比当一个所罗门、亚撒。约沙法，伊拢贤君，上帝看伊最好。然后罗波安、阿宾亚、约兰，这拢是无好君王。你看，耶稣的这个族谱中间，也有女性，嘛有君王，有好君王，歹君王。上帝无欢喜的君王嘛有伫因的祖先内底。兄姊妹，敬虔甲公义袂当相杀，敬虔甲公义袂当异端。做老爸真敬虔，无表示伊的囝嘛足敬虔。因为敬虔袂当相杀，袂当遗传，伊毋是 DNA， 袂当。保护一个君王，伊是一个贤君，但是保证讲伊后壁继承者迄个君王，伊嘛是贤君。你也看，伫耶稣的族谱中间，第70到第80咧，甲咱讲明这项事实。贤君的后壁无一定是贤君，歹君王后壁无一定是歹君王。啥安尼？每一个人我单独去面对着上帝。
为着家己伊的一生、甲伊的行为来负责。所以，迄个人需要为着家己面对着耶稣基督，咱嘛学习着即种的功课。不管你的祖先是偌尔得到上帝祝福，你的祖先是偌尔敬虔，但是你家己爱家己去面对主耶稣基督。这是族谱中间出来的一个另外一种的提醒。马太伫这个所在，你甲咱讲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既然信主的人，拢会当对阿伯拉罕得到这种福气。阿伯拉罕是讲上帝讲，全地要因为你的关系得到足大的福气，会到伫世世代代，咱拢诚做信耶稣的人，拢诚做阿伯拉罕的后裔，咱嘛诚做是大笔君王，迄种君王的官兵伫咱的心中，总是咱得到这个遮尔大的应允的时阵，咱毋通家己自高自骄傲，我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。阮有大笔君王迄种的传统，马太福音的第3章第8节甲第9节咧，甲咱提醒，安尼骄傲起来的时阵，圣经安尼提醒咱。马太福音的第3章讲，所以恁着结契合合伫反悔的果子，无伫家己拍算讲有阿伯拉罕做阮的爸，因为我甲你讲，上帝会互遮个石头出子孙，互阿伯拉罕。马太福音第3章咧，甲咱讲，基督徒就是咱的真骄傲讲，阮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。不管我怎做歹，我嘛是有上帝恩典甲祝福伫阮的身上。因为上帝甲阿伯拉罕讲，你要后代慢慢得到福气，阮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。马太福音第3章，马上甲你结果一件事，毋通伫这个所在讲，阮阿伯拉罕做阮的爸。因为我甲你讲，上帝会互遐个石头出子孙，互阿伯拉罕。上帝会当互石头出子孙，互阿伯拉罕出子孙，无一定爱是你我。所以咱有知影，咱上帝即种应允甲恩典，咱来珍惜，咱来感谢，毋是用这个做自高。基督徒上惊伫咱的遮个传统的中间自高，了后伫咱的信仰中间就走煞变质，然后互上帝气煞。耶稣的家谱看起来是一堆的名单，总是咧说明上帝拯救的心意，上帝听到恩典，要赏赐予人，照伊的心意赏赐予人。一个人肯拍开心境。不管你是啥物人，不管你是啥物身份，不管你啥物职业，不管你有啥物才调甲能力，拢不要紧。咱当珍惜这种上帝用心，甲这种心意时阵，你就的确久久长长得到上帝恩典，最最跟你到一世人。咱了珍惜的时阵，咱对名单的中间，耶稣的家谱看起这样子。安尼，咱嘛会当开始整理咱家己的家谱，你家己的家谱，你开始认捌你的祖先，然后伫这个过程中来看起上帝要怎引传你的家庭。起码打记得，四年主全能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互阮住伫台湾这个土地，阮会当知，虽讲信主的人无真济，总是阮受主的拣选，阮是何等有福气。主，今仔日阮对耶稣的家谱中间，阮认捌到一个真理，得到真大的启示。阮有家己的祖先。阮有真侪历代祖先检查，阮拢无真熟悉。伫阮的祖先的中间，有人做好事，嘛有人捌做过歹事。阮的祖先中间，嘛有真有能力的，嘛有无受到真好的教育甲栽培的。阮的祖先中间，有人真经济上真富裕，有人过了真困苦，总是因拢经历伫历史的内底。主，当我要认捌阮的家谱中间的遐个祖先的时阵，阮对耶稣的家谱非常认识。当阮认捌祖先的时，阮就看见上帝嘛有真好的旨意，要伫即个中间来引出阮。透过耶稣的族谱，嘛提醒阮，阮来认捌阮的祖先，看见阮的祖先行过这一切，阮知影，阮嘛要诚做以后，阮这个世界中间，阮嘛要诚做人的祖先，我要留心伫即个地面上。有真侪物件袂当相送甲遗传，阮只有用教育来提醒阮的下一代，一个信仰的真宝贝甲真理，咱是需要家己去经历，家己去体会，才当成做家己的信仰的一部分。主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即种的提醒里面，知阮看见阮家己是啥物身份，互阮清楚知影，上帝你的恩典伫阮的身上，毋是要看阮的材料，看阮的知识，乃是看见阮的心。到底有你也有悔改，归应伫你也无？那安
安尼，阮就会当承受着上帝伊遮大的怜悯甲开阔稳定伫阮的中间，诚侪阮即个家庭的种介大的祝福甲支持。主，这是热天的中间，阮就看见台湾爱面对着迄种真侪学生要毕业的状况，真侪学生透过这个暑假，要搁进入另外一个学习的阶段。总是阮看见每一摆台湾这个地区发生的这个暑假中间，有真侪这青少年在做无好的代志，因为暑假中间真容易互人犯罪。青少年伫暑假中间会做无好的事。暑假中间，我嘛看见风台甲阮台湾就开始做朋友，常常来拜访台湾。我就看见台湾伫暑假中间，毋是敢若有犯罪代志普遍，阁有风台天灾地变。主，阮要求你上帝特别甲阮台湾即个土地百姓三甲同在，特别阮台湾所面对目前即个经济遮尔困苦的过程中间，阮需要上帝的保守，无因为遮个天灾地变甲整个遮个灾害带来台湾搁较大的损伤，互阮袂当承担着即种的弥补的遮个过去的困难。主，愿主你怜悯，互阮的所有的敬拜主你的兄弟姊妹，嘛会当真正搁较虔诚伫主你的面前，为着遮无信主的人三个祈祷。更较侪人会当回应主你，会当清楚知影上帝你的恩典要临到伫所有人的身上，肯悔改、肯拍开心门的，拢会当得到这个福气。愿主你安尼来帮助阮，住伫即个土地顶面，遮个所有的兄弟姊妹，甲阮遮个台湾人，可会当看见，毋是阮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，才是阮上界好的瓦壳，乃是耶稣基督。上帝你的都是圣经，要伫阮的中间诚做一个宝贝，求主你安尼来保守阮。透过耶稣的祝福提醒阮，阮着爱做的是啥物？阮就真请阮家己伫家庭中间的角色也愿主你保守阮，互阮会当更较珍惜上帝你为着阮安排这拯救的功劳，甲你用心。通过安尼，阮可会当真正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囝儿查某囝。愿主你安尼听阮的声，照上帝你的心意来成就伫阮的中间。献上感谢祈祷，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来求。